天来进行分段的教学。首先想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正确的习练太极拳。太极拳像其他运动一样，在开始之前需要有热身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热身。首先活动你的手腕和脚腕，要充分的活动开。后胳膊，我们可以找一个这样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压肩，打开你的肩，然后腰部，活动一下你的髋部，可以适当的进行慢跑来热身。热身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讲一下站桩。站桩是锻炼我们这里的肌肉，它的侧身是这样的，背后是笔直的，然后定住。手的话就是自然的在这背后。说一下太极拳几个基本的动作要领。第一点是立身中正，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保持直立，重心在中间。比如说白鹤亮翅，白鹤亮翅，我的身体是直立的。然后我们不可以这样或者这样，这样都是不对的。第二点是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，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，每一个动作都是这样。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。第三点是我们初学者在学习的时候可以高一点，不需要蹲得太低，不需要这样是比较容易伤到膝盖的。我们可以微屈膝，抱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第四点是要配合你的呼吸，吸气呼气。比如说我们起势的时候吸气，这个时候要吸气，然后按掌的时候呼气。抱球吸气，上步呼气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一部分的学习。首先学习起势，放松站立，调整呼吸，迈左脚，大概与肩同宽，先脚尖着地，再整个脚掌着地，然后侧面是这样。OK， 然后双手抬起，与肩平行的时候下按至腹部，侧面。然后抱球，太极中有非常多的抱球的动作。抱球的同时收左脚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这是一个圆圈。然后上左脚，往你的斜后方迈，不是往你的正走的方向，是往斜后方。
脚跟要碾过来，然后把身体转到前方。再来一遍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是朝向前方的，右手呢按在你的胯的位置，左手是这样，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动作。这是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动作，野马分鬃。野马分鬃一共有3个，我们把前面的连起来做，然后做3个野马分鬃。起势，下按，抱球，上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是第3个野马分鬃，3个野马分鬃。3个野马分鬃之后是这样，然后我们跟半步，这个时候双手抱球，拉到右手边，左手按过来，左脚去点地，这样的一个动作。正面是这样的，右手、左手按在这里，左脚虚点地，你的重心在你的右腿上，这个叫做白鹤亮翅。OK， 我们做一下侧面的示范。最后一个野马分鬃，最后一个野马分鬃之后，跟半步，然后抱球，拉到右边，左手下按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，今天学习的内容。首先，第一个动作是起势，脚尖点地下落，手与肩同宽下按，抱球，收左脚，迈左脚往你的膝